极、南极和北极，同极互相排斥。一级被仔细，却能看不见眼，磁场围绕四周，字里穿过空气，不需要借书面，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悄悄作用。当电流流过导线，当电流流过导线，就会产生磁场，电和磁有关联，这就是电磁现象。如果把导线绕成一圈圈，磁力会变集中，力量更加明显。电流停止时，磁场就会消失；电流出现时，磁力再次形成。同极排斥，一极吸引，电流通过导线产生磁场。线圈绕得越多，磁力越强。电与磁有关联。放入铁绳，磁力会被加强，释出电磁铁，改变电流方向，自己也会改变。色彩生成全指数，磁力更明显。气冲击吸气更铁，门铃发出声音，电磁铁的原理就在我们身边。磁铁拥有两极，两倍积分。